歡迎嚟到健康博覽2026 K01C K01E 嘅 booth， 呢度係挪威亞斯麥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 Esmed 嘅強效薑黃素。薑黃係一個草本植物，薑黃素有抗發炎同埋抗氧化嘅功效，佢會減少身體嘅慢性發炎啦，緩解關節痛啦，修復一啲炎症等等嘅功效。咁薑黃其實有好多年嘅歷史㗎啦，咁好耐以前已經係啲草本配方會用到，咁但係本身薑黃人體吸收率係會比較低嘅，需要配合一啲助收劑去幫助佢吸收。咁 Esmed 係用最高級嘅 C3 薑黃素複合物 Curcumin C3 Complex， 仲加咗專類嘅吸收助劑 Actifide。咁呢兩個成分其實都係美國 FDA 嘅 GRAS 安全認證嘅，咁所以品質有保證，亦都喺瑞典製造，符合歐盟嘅國際標準，值得推介。